即日开始来关心立法院会伫今仔日要排审选罢法、宪法诉讼法、财违法修正草案，才有争议的三大法案。民进党团伫早暗，伊就破坏议场的玻璃，先走入去议场内底占领主席台，因为国民党的立委是守伫议场正门的外口。那民间团体是发起清凉活动，伫立法院外口组织，要求有争议的法案爱退回，今仔日袂使表决。立法院会今日要处理选罢法、宪法诉讼法、加财违法修正草案等项，民进党团为要阻止法案通过，19暗时伫议场边的门卡口集合，甲国民党立委爆发冲突，场面是真混乱。你要跟我推挤哦，不要挤我啦！你要跟我推挤哦。杀来杀去过程当中，造成民进党立委单营受伤，互人插去病院治疗。民进党团伫19暗时9点左右，看通进入议场，先占领主席台。脚下都是碎片，看，民进党就是从这里破窗而入哈。苏世昌国民党立委为17下晡就开始伫议场头前搭2个布棚轮班守议场，防止民进党团抢占主席台或者是地限。民进党立委表示，用激烈技术攻防是不得已的选择。国民党在用强行通过，也就是不让民进党来开会的状况底下，我们现在只能用这种方式站住主席台。我们突破了这一个相关的这个封锁，现在进来到议场，那也做好了防守的这个工作。民进党立委破窗进入议场，高占主席台，连夜助理也就伫议场边的门卡口，防止在野立委冲入。国民党立委质疑技术攻防是立委之间的代志，副助理挡伫议场门卡口是准备上演甲头相拍，敢是将国会当作是假路秀派擂台。国民党团总调卜君奇19报名表示严厉谴责，党团经过紧闭的会商了后，会有新的动作。由经济民主联合发起的冬季清凉伫台北的活动，昨暗时到阵伫立法院门口口，主办单位表示，有超过1万的民众行上街路，佮提出争议法案退回委员会每一条讨论。总统赖清德出面甲无共款行政机关、政党主席协调等5段诉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